這趟旅程帶你一次攬盡張家界的奇幻風林與鳳凰古城的詩意春色。搭乘高鐵，開啟5天循環之旅，我們將帶你深度探索張家界核心，乘坐8龍電梯直上袁家界，漫步於《阿凡達》電影中的懸浮山之間，搭乘索道登上天子山，俯瞰雲海石林的壯闊奇觀，更將帶你踏上天門山玻璃棧道，感受腳下萬丈深谷的驚心動魄。我們特別安排無人機航拍，為你記錄下在絕世風景中的珍貴瞬間。春季限時，還能在麗水河岸漫步，欣賞浪漫的櫻花景色。隨後，我們將前往中國最美古城之一的鳳凰古城，保證入住國際品牌酒店。特別安排沱江泛舟，讓你漫遊於兩岸吊腳樓的燈火倒影中，感受古城日夜不同的迷人風情。全程安排苗黃牛頭宴等特色美食，並由專業廣東話導遊親切講解。香港高鐵往返，全程乘坐2+1豪華巴士，享受舒適旅程。